主的来临，问候兄弟姊妹新年快乐，新年平安，大家好。你知影今仔日是真正特别的一年，也是真正特别的一天。为什么？今仔日是咱新年的第一天，也是咱今年的第一个主日，也是这个月的第一天。咱而且三个做伙。要来听上帝的话语，要来迎接咧新的一年。唔知影，你安怎想？这新的一年，你唔知影要哪来迎接？有啥物愿望无？我捌听人讲，最近有人讲，今年2023年23，咱若照咧汉文啊，伊讲23咱咧。汉文就做变异啦咱的破病会当好起来。变异这两字，23月。讲咱在座的咱的姊妹，真水漂亮。你甲写看觅啊，23月。你若handsome缘投啦潇洒这两字啦你甲写看觅23月若有人讲今年我要来甲人下年纪来讲我要今年要来结婚，找对象找对象，23月。咱台湾人同介意赚大钱日进斗金，23月。而且食老路涨工资，23月安尼好无？咱听来讲，今年够赞的感谢主有够好你安尼那个想起来讲，哎呀，我今年遮尔好，我要来个迎接啥？对你来讲，有想过无？今年遮尔好，我要准备要来迎接啥物？新年的希望，有想过无？讲第一项这个发大财啦，赚大钱啊！咱华人拢拄着恭喜发财，有啊无？听到这大家的心情足好恭喜发财足好诶。可能对咱即马诶兄弟姊妹可能这无啥货。平安健康有好无？阿妹，这个阿妹平安健康足好。结婚诶，袂歹。生囝诶，阿妹，有可能你的时势拄啊结婚，有人拄啊，这拢足好诶，结婚生囝，结婚，有人讲我身体健康，我爱加运动，这嘛足赞诶。减肥啦，嘛减肥啊，我即摆人食伤济，讲我今年要准备来减肥，像牧师就是讲今年要来减肥者，看较水啊，较缘投诶安尼较少年无有想要出国旅行无？我都来听阿哥讲伊2月要出去佚佗，升职加薪，疫情结束，安尼好无？刷到世界和平。咱遮尔济人毋知大家安怎想，赞无赞？那今年安尼来偌赞诶足好诶。但是你捌想过讲，遮尔济项诶代志，若拢来足善诶你捌想过讲，有一天主忽然间嘛来咧，你有想过这无？讲这个新年主忽然间对天顶来咧。咱譬如讲，咱要出去出国，也是要结婚，也是咱拢有真济准备嘛，要运动，要身体更较好，咱拢有加减爱一寡准备啊，今年你毋捌想过讲，主若办你来，你有准备无？你有想过讲，主若来，你有准备？伊会问你讲，今年遮尔好，你逐项拢足丰富诶，你足丰富，你细情做啥？毋知你安怎回答毋来你会想讲，你细情做啥物？阮后生啊，生囝。结婚生囝嘛袂歹赚袂少钱，我身体嘛保你健康，这拢外表足好诶。上帝讲你安尼，你知影我来诶时阵，我要甲你摕啥物无？
你捌想过讲，主人来免问我啥，要咱回答较好。其实答案上帝已经给咱啦。你今仔所读的，就是讲保罗你讲，迄个征战的我已经拍过啊。你拄你走迄个路站我拢有走过啦。我所信的这个上帝和这个道我拢有受着。我相信上帝讲你这回答甲保罗同款的，你足赞的。所以迄个冠冕啊，要互你。我相信咱你世上无论你偌丰富，有一日主若来拄着咱咱就拄着主讲，哇，你足忠心的。你该前的前该走的走该守的守的，你拢做甲到。迄个人来甲咱讲安尼，咱足欢喜无？一定足欢喜啦！毋好到时敢若讲你拢无准备，敢若有个迄个有无的道路啊？你无准备，我毋捌你外口哇，迄人你就讲无趁我细上趁遮济，做遮济，做遮济，那尾拢无，伊毋捌我呢。所以新的一年开始，牧师要大家互相鼓励。咱拄则有真侪万拢足赞的，迄拢足好的，咱当然拢追求。我相信这咱会去做，但是牧师要甲咱鼓励讲，咱毋好袂记一项代志，就是保罗伫遮里甲咱讲啊，咱迄个征战啊，战争好无好？无人爱战争啊，战争足艰苦啊！你看乌克兰呢，逐个你过4年迄落，伊艰苦搁咧战，迄足痛苦。但是你心里你捌想过嘛？当咱做基督徒开始啊。这场的战争就开始啊！无一个人会当闪避。你若无感觉讲你属于主的内底，你有真侪这个面对世情甲面对属灵的这个所在，有真侪这个可能咱来注意啊。迄敢若一只水鸡啊，水鸡若拄着烧水一跳落伊会知讲迄足危险会跳。你若你温水内底温泉水内底，足爽的。哭哭收，你就知影迄颠倒惨，所以牧师你头一年第一天要甲大家勉励，大家互相来鼓励加油。咱毋好袂记，咱伫战争的当中。你讲牧师，咱到底有啥物战争？到底咱是有啥物战争？保罗讲迄美好的战争，我已经拍过啊。为什么是美好？战争就无好啥个美好。就咱做基督徒开始，咱每一个所面对的，就是咱家己。咱家己本身本来是一个罪人，上帝甲咱拯救，甲咱罪洗清去。毋过咱所面对的是咱内心有真侪需要，这原来是真确定。所以保罗伫你讲的时阵讲，哎呀。我知影这好的代志要去做，我拢常常袂记去做。歹的呢，那一直哭，一直活去。这就是咱人本身因为你堕落当中，上帝甲咱救出来，咱常常敢若迄个以色列人有当初离开埃及去旷野，本来要去迦南地作善的。你行，我足辛苦的，拢想要活转去，所以咱真侪时阵咱就是这个情形。明知影好的可能袂记，也是可能艰苦，所以咧离开，歹的哭我。所以新的一年，咱为什么讲爱定心？真简单，咱可能过去2022年有真侪真好的感谢主，当然嘛有真侪物件无一定好的，无一定水的啊。所以咱新的一年，感谢主提醒咱，讲这场战争还袂结束你莫当作无代志一新的一年你望啥物拢会去做，不过有一项代志就甲咱本身会当更新而变化无？咱更新而变化，咱才去看到讲，上帝伫当中安怎带领咱。去赢过这场战争，保罗伫遮你讲，毋是讲这个战争我拍赢咧，因为真侪当中真困难啊。伊
是真美好的意思，就是讲，因为这个战争内底，你经验上帝的宽容啦。这个战争的当中，你去拄着上帝伫咱的生活当中，咱才讲哇，这足惨的。但是咱去拄着上帝，甲咱离什么所在，无论是关山，还是咱行过什么所在，哦，咱知影上帝甲咱同在。啊，伫咱敌人的面头前吼，甲咱预办迄个哦，足丰富的这个宴席，咱就当安心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保罗伫遮里讲，迄美好的战哦，第一样就是咱家己，咱家己爱了解，咱够真济吼，伫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，哦，加做圣洁的这个过程当中，这段路咱是逐工，每一年、每一日，咱拢不断怎爱期许家己，无讲咱得到全世界。结果个上帝即个同好的祝福无去，啊，你就可惜啊！哦，咱就拄仔讲，你会使身体健康，这拢会当追求拢足好哦，家孙啊，你拢会得做。但是咱同重要迄永远的福气，上帝咱永远的活命，要互咱得到生命，啊，搁较丰盛迄个，我既然家无去，啊，就枉费咱当初领受即个生命。所以一个新年的开始，吼。咱有即个根本的了条，唔好袂记。啊，所以牧师要提醒，咱拢真侪期待，真侪愿望，这拢是好的。毋过咱迄个根基，就是保罗所讲，即个战争吼，还袂煞哦，毋是咱干那咱家己了。你莫袂记啊，圣经嘛讲哦，咱是甲迄个空中看袂到的撒旦哦。迄个撒旦要创啊？伊看你学哩好，伊要来人啊，干那咱对遮你读的。你敢若贼仔呢？你不知不觉的当中，你无注意的当中，伊要来甲你偷摕呢。我请问你吼，贼仔去恁兜要偷摕啥？甲恁兜粪扫拼拼啊拖出去哦，也袂，无可能。所以主题甲咱讲讲，咱不知不觉当中啊，迄个撒旦啊，看袂到空中迄个撒旦，伊一个来了要甲你偷摕恁兜好诶，啊，咱也无谨慎呢。哦，咱个一直学入来，一直足好诶，结果咧一直流出去。哦，我相信大家拢会理解，有咱趁足济，啊，毋过了愈济。哦，啊，就枉费啦。所以咱除了对咱家己了，咱毋过毋好忘记，咱你一个上帝嘅战争嘅当中无结束，一直甲主要来。所以你一年开始，牧师要鼓励大家，咱爱注意这样代志。哦，咱所有愿望拢会去做。但是基本的这样代志讲，我是伫战争当中哦，我是讲，这个安尼好势哦，咱来注意本身的问题。哦，这个环境要甲咱好的，要提早修，我要来懊恼我好上帝。哦，这个新年开始，咱的上帝就主啊，我知影我常常嘛无谨慎，我知影我嘛有真侪欠亏，迄个欠亏就讲真侪无注意，无求主甲咱照明，愿上帝讲照着咱，讲我虽然为世上的这拢有你准备，有你拍拼，咱的灵命咧，咱上帝迄个灵命有你甲保守啊，有互咱的灵命更较好起来无？这咱来想，我说了，咱安尼好时阵，咱毋是讲就一路就拢顺风顺水咧，无咧。其实咱是咧风雨的当中吼，为什么是美好？这是真艰苦，窄的路，这条路是窄的路啊，无好行。为什么美好？因为是无好行。咱定定咧讲，食苦大家无爱啊，但是食苦若变做咱的补品诶，看起来无好呢。所以咱常常嘛咧讲，食苦爱当作食补。上帝甲即个环境放在咱当中，咱有虽然做代志，咱知影咱无一定做得到，但是咱有即个上帝会当倚靠。咱来亲近上帝，祈求上帝，因为你伫战争的当中，你需要资源，所以咱知影咱面对这个时阵，你新的一年开始，咱知影讲今年，其实你外口讲的，拢真清楚啊，因为你目视当中啊。
敢若会愈来愈歹，袂愈来愈好。外口的环境会愈来愈歹，袂愈来愈好啊。所以咱若看咱家己，咱嘛无毋着一年一年哩过，一年一年哩过，咱的年岁愈来愈侪，外表会愈来愈老，这是事实。毋过你的内心呢？咱的内心有愈来愈少年无？为什么会少年？因为上帝应允的啊，讲咱的外在会渐渐毁坏啊，啊内心的、内心的，一天比一天高啊，是喏。所以新的一年，咱大家互相鼓励。哦，咱虽然面对这个环境，咱毋免惊，咱勇敢向前行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主伫咱的内面比这个世界更较大。主已经应允互咱讲，世间有苦难啊，但是恁爱安心，因为已经赢过世界。所以主若伫咱的生活内底，面对这样代志，咱虽然面对战争，但是咱了解。有主的引带，有主的保守，甲这项代志，甲把握掉的。啊，主准讲若临时来，我相信你会再回答一句话，讲主感谢你，哦，我敢若保罗安尼，哦，你来啊，我甲你迎接，这个当中你拢知解，哦，我嘛了解我的软弱，不过感谢主，我不断的经验你，靠你，啊，这个真好的这个征战。哦，啊，我已经拍过啊！我知影我嘛无一定拢拍赢呢。毋过主，我重心啊，我尽心啊。所以这美好的战，毋是讲你一路拢顺时拢拍赢，是讲因为你这个当中，你更加去经验这个上帝伫咱的当中，这个神伫咱的身躯边，哈尼信息，哈尼实在。哦，互咱会当安心，这是一年的开始，咱会当平安过日子。咱会当互相讲主感谢你，一年的开始，你爱我提醒我追求的毋是世情外表尔，我了解你为我预备的，毋好叫无去。哦，啊，所以这咱来了解，第一项就是提醒咱爱个专心继续你这个属灵的道路，爱修正的。哦，你莫我放较轻松，我无代志，我今年还无代志，爱说你，哦，啊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是啥？第二点讲当跑的路啦，路站啦，我已经呢跑尽，路站我拢走过啊。其实你若有这个一个比喻啦，吼，一个比喻讲吼，有一只迄个猎犬，啊，开始去看到一只兔，哦，伊就练呢。一直，哎呦，我看到一个鹿啊，伊就开始去练鹿啊呢。哎，你早都看到山顶，佮去练山顶呢。啊，一直，啊，尾看到一只鸟鼠，完了我去练鸟鼠，练，伊只尾仔练一只鸟鼠呢，走去崩空啊里，讲哎，安那无去啊？老师讲这个代志，其实有承担无？咱咧世情，咱做这，有真侪要追求的代志。但是追求到尾啊，咱发觉这拢是空的。哎，当中安那呢？咱有一直伫一条路上来奔走，讲哎，咱就无换路线，我就专注啊，这条是上帝要我行的路，无简单啊！我少年的时阵，大概高中的时阵啊，捌看一部电影。叫做《火战车》，毋捌人捌看过啊。这是英国的一个姓朱的，伊是奥运的选手，伊同厉害就走100公尺。英国人拢误人伊，讲哦，你即届吼，哦，你走100公尺吼，你会使为国家得到金牌。敢若咱最近进行的世界足球，大家嘛做法咧看，对吧？吼，阿根廷赢，大家全国欢喜啊！啊，去比赛迄一日啦，伊个同全场的迄个100公尺安排咧礼拜日，啊讲安尼袂得做咧，我上帝叫我礼拜日爱去聚会咧，这排这我就袂当去啊。你想看伊即个决定偌困难呢？全国人对伊讲你哪安尼啦？礼拜无来聚会哪要紧？佮差到1天。
佮插到即工，兄弟姐妹，咱亲像常常伊有真侪代志讲，啊，哪有插到即工？啊，礼拜我就莫来，不要紧，我就去真侪代志。当然，大家拢有例外无毋对，毋过伊的心就是讲，袂去做。我吼，虽然这重要，但是我要坚持讲吼，礼拜二我要去做礼拜。哦，迄当媒体也好啦，全国人讲啊，你安尼想迄落啦，你想迄落。哦，你安尼袂使。哦，哎，伊讲我无，我甲我要去做礼拜。啊，拄好因共队的去的一个内底有一个走400公尺，伊讲啊，你既然无跑，我无400公尺，你走啊？伊就要去天外走400公尺，结果伊去走400公尺吼，破纪录。哇，破纪录！哇，全国足欢喜，讲哇，这个赞！你知影伊尾来去英国，是毋是真侪人啊真欢迎？一定的嘛。结果伊选择啥？伊讲啊，我即摆吼要来中国宣教。哎呦！啊，大家讲，你若遮尔好吼，啊媒体啊，你来咧英国吼，你应该荣华富贵啦吼。啊，你若去选迄条啦，迄条宣教去中国大陆。啊，新闻报道来讲哦，伊马拉松毋知，毋过吼，即个人吼，既然咧算敢若伊咧走马拉松比赛安尼吼，甲你走比赛嘛吼，赛跑比赛，伊讲伊既然去吼，伊一定会当完成伊要所跑的路。无毋对，伊去中国宣教，去宣教，啊，拄着迄个中日战争嘛，啊去掠咧笼仔底。伊讲吼，每一个人拢有家己要走的路。我相信世间的人，伊嘛有家己要走的路，嘛伊的追求。有真侪人按照世间的想法，伊所追求，伊嘛真认真去走。咱看伊嘛是真形成讲啊，即个人真安怎讲？讲真，迄个心真专心啦吼，一直伫伊的目标内底吼，一直走。我相信咱嘛甲尊敬。但是问题伫倒？伊所得到的世上的物件，将尾你上帝眼光嘛是空啊。伊毋是跑你主的路上顶悬啦，伊毋是讲你世上无，啊，你就我讲啊，即个宣教士哦，伊是人选的路，伊尾也掠去关呢。伊讲我若忠心吼，你主的内底吼，我即条路走了，啊，既然就是上尾就是安尼，上帝我安尼，我若看到伊，我相信伊讲相信上帝吼，会真欢喜来。甲我学咯，甲我迎接。这是即个保罗嘛是即个心情啦。咱今仔日，咱嘛是照讲主，虽然吼，咱阁继续伫即个路里跑走，求主互咱。什么想法？专一，你一条主的路上，毋好随便互世界即个啊，从咱拖去讲，啊落，该咱做咱无做，啊，这个足可惜啊。啊！做新的一年，牧师嘛是甲大家勉励，大家做阵鼓励。我相信世上有真侪物件，互咱会吸引咱去，一定会吸引咱的啦。可能这个吸引咱，可能你的子孙，可能你的身躯，会健康，拢会。但是咱面对这个情况，主啊，我毋好因为这啊离开你要享受互我的一条你走的路。我相信主。你若安怎安排？将要将，照你讲，万项都互相效力，叫听主的人得到好处。啊，所以讲，这无简单，这无简单。哦，这毋是讲咱今仔日讲安尼啊，大家拢真好去做。其实兄弟姊妹，咱拢知影，咱需要专一伫一条路继续往前行。你2023年。是个开始，咱就设立目标，继续你走的这条路。讲主啊，我较早跑，哈，已经今年新的2023年，我要坚持。他就这个，你想看卖？咱的教会，无一定因为真侪人，我毋知影，但是不要紧，为什么？上帝甲咱提起，2002年以前过去啊，甲袂记的。咱向咱的目标，你今年的目标伫倒位啊？是毋是你细上离开主的道路，还是讲今仔日讲，主啊，我今日继续伫遮。我拄则听阿哥讲，我嘛真感动。
伊讲哦，哎呀，这个点心哦，伊甲忝了，啊若无人忝，伊佫甲忝。我相信你所服侍的主，因为你的忠心，因为你的一丝丝啊，因为上帝讲，你的劳苦，上帝拢纪念。你的劳苦，你做的这条路无简单，你的劳苦，上帝拢纪念。所以咱要定定做主的工。当然，你细旧的生活，当然你继续做，但是唔好忘记的，咱是属主的人，咱有离开主的迄条道路，往左边啊、正边啊，无行你中嘛，无行你做的路，啊，你就可笑。所以新的一年，咱要迎接新的一年的时阵，咱有愿望，咱有足侪期待，啊，拢足水的。毋过同水的迄个福气，你走的这条路，但是伊真正无简单，啊，你要走，啊，你要全力走啊。上帝就甲咱遮讲，伊要予咱的是迄个公义的冠冕。你有愿望要得到上帝迄个冠冕，讲有一日咱若拄着上帝，上帝来咱对着讲哦，那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迄就是咱即摆预备。你每一年每一日，你有准备哦。我相信咱要追求真诶代志，咱拢要有事先的准备啊。当然，咱的教育要搁较好起来。即马陆续疫情慢慢啊过去，啊，可能较无像咱较早想遐严重。咱日子要陆续转来，咱就陆续伫遮做伙。哦，啊，咱大家都要互相勉励，讲，哎呀，这条路是我决定要好好啊跑走的路。哦，啊，我全力来走。哦，啊，牧师讲这毋是讲你干那做这啊其他代志袂伫做咯，毋是咧。哦，我意思是讲，你有想真侪真美好的你进业当中，毋好忘记咱这条路是你主的内底哦。你若走出外口吼，你是真危险，无使上帝予咱性命，无使上帝要咱永远性命，甲迄个永好美满的稳定，甲各方的运福气，啊，结果啊，咱就一直追求这伫咧啊，甲空中也煞袂去。所以一年的开始，牧师要甲大家勉励，咱来提醒咱家己讲，今年这条路，我有真侪愿望，但是我要专心跑走做这条路，毋好求主帮助我这条路我通安尼一直行，一直行，一直行，无论安怎拢随时准备好我行你这条路。啊，这条路有真侪状况，我了解，毋过主你会帮助我，帮助我啥？帮助我坚持诶。坚持啥？主啊，我相信你是我生命救主。主啊，我伫你内底，你伫我内底，我都无惊吓，无忧愁。我有你的平安，不但有你的平安，你搁甲我讲，你互我生命要得到更丰盛。我相信这个物件，你安怎讲，你安怎成就。你是我的牧者，我确定无缺款。虽然外口有真侪这个，我袂去乌白接对包伊去。你知影咱咧种绿树啊？咱即摆树啊，真侪拢会在接枝，你知影接枝都可以活。啊，种绿树啊，迄足特别咧。你就甲切开要接咧包伊袂活，袂活。迄就甲咱提示讲迄个坚持是偌困难诶。咱坚持继续相信主。迄个接受，主，我是属于你的。咱拄则你讲新天新地，一个新年的开始，咱同好同赞的，就是你主内底迄个主啊，你赏赐互我迄个物件，我好好啊保守，我无随便甲放弃，我无随便走对包野去，我无随便讲看到这艰苦我就藏起来，无。我愿意面对，我愿意面对。因为这个咱新的一年，咱确定大家拢愿望足好诶，但是这条路一定有真大的挑战。但是咱也有准备，讲主，这个战，我因为你，我愿意面对。这条路虽然有真侪有真侪甲影响讲要叫我离开这条路。主，我袂伫做诶，除了你以外，我无求其他。我相信咱有这个心，咱就守会了这个
上帝互咱的即个稳定也好，也是这永活的生命也好，伊会甲咱保守，伊会互咱讲哦，咱是即个得胜者。这条路当中，咱是得胜者。新的一年换咱共款。哦，所以咱同大的福气伫倒，伫厝的内底。所以这条路，咱要坚持落去。这条路，无需你新年开始，甲大家做伙勉强，毋是讲我所讲的，咱就马上做会到，毋是，我是要甲兄弟姊妹大家分享讲，新的一年，咱的5万迄个当中，你准备要得到更较好的当中，咱同好迄个信仰，有无去无？我阁守条无？也是受这个世界影响去啊？也是因为今日这个战争，我怎啊眯起来？我怎啊退后？我毋敢向前。啊，甲我上帝这个领受要咱的物件，怎啊无去？我常常甲兄弟姊妹讲，上帝要咱的一定袂失去。你讲啊？为什么？以色列人本来要进入迦南地，啊去抗议，安那会失去？为什么？是上帝无信心吗？毋是吧？是啥个问题？以色列人，你有相信这个上帝也会应错无？所以这个信心对咱最重要。这个信心对咱最重要。咱活咧是爱有信心。你甲想看觅，圣经里讲。咱的5万，若无5万，咱是要哪前行？这个5万有真的，也是会实行，是因为较早有真侪人正做咱的榜样，因才班为了。咱今仔嘛是共款，伫咱的兄弟姊妹当中，我相信有真侪人继续伫遮咧跑走，无论是长老，还是兄弟姊妹、小龄的兄弟姊妹。会当做咱的榜样，啊，大家互相去勉励。你新的一年，大家互相鼓励，哦，啊，相信这新的一年，上帝要互咱的一定超过你所思所想。因为上帝本来是祝福的上帝嘛，一开始就祝福我嘛，所以上帝就是要祝福咱。重点是你有法度去领受啊无？重点你有得去赢无？你有准备无？所以，对咱开始新的一年开始，啊，今年一个开始的第一日，咱立下咱的心志，讲今仔日主，保罗若会伫做的，伊靠你会伫做，我相信咱靠你嘛伫做，因为上帝你是公平的嘛，你祝福伊嘛是祝福我啊，对无？伊愿意做的心，上帝就祝福。今仔日共款，你有愿意无？这是咱家己新的一年有立下这个心志的决定啊无？所以牧师甲遮做阵，搁再一届，外口可能会愈来愈歹，但是咱的内心呢，因为有主，咱会愈来愈幸福；因为有主，咱会愈欢喜；因为有主，咱会愈笑的。阿妹吗？你甲隔壁看卖啊一个，为什么看隔壁？你讲哦，我今年看到你一定愈来愈水啊！阿妹嘛，因为23嘛，愈水23嘛吼。啊，若看到查某哦，你愈来愈缘投，阿妹嘛。哦，啊，甲个大风鼓励，无简单哦，继续保持哦。哦，咱拢爱有上帝恩光哦。哦，啊，每一日大家互相鼓励，每一个礼拜咱也来聚会，咱做日来聚会，也是线上也好，也是来到遮聚会也好，拢充满信心，充满盼望。讲主啊，你要收束我吼，一定超过我所思所想。求你保持我迄个相信你的心，求你互我你这条路当中，莫去其他乌白扭去。哦，啊，你面对这个战争时，求你使我开力，靠你我一定会当胜过这个咱所面对的环境。其实我毋知影，当然咱这个过程当中吼，牧师要鼓励你，其实有当时是讲，咱讲牧师，哦，因为你拢拄着好的吼。其实我足感恩的呢，我相信咱今仔日遮聚会吼，无主从COVID到即啊吼，其实讲吼，我就是讲主，我就是军队嘛，拢共款啊。迄当 COVID 都严重的时候，吼，毋是教会兄弟姊妹，别个教会兄弟姊妹啊，你病因啊，因为捌我，
讲牧师啊，你会当去家己吼祈祷也好，吼你病人，你敢去无？我讲，我咪讲，你牧师，阮牧师敢若吼，伊吼，伊安那，伊嘛歹势讲好啊，无啊，伊讲有可能感觉我较勇的款的吼。伊讲罗牧师，你会当去无？我讲好啊，无来去啊。对迄当到即马吼，感谢主咧，上帝保守咧。我拢相信吼，咱若照主的路里行吼，上帝一定保守咱。你讲有诶真耶稣嘛是会得到，实在坦白讲，这拢会啦。但是你知影无？伊可能好比人较紧诶。最近前一阵仔有一个7、8、10岁你咧大陆内底啊，伊得了 COVID 啊。你迄人知影大陆迄人吼，无感冒药啊，我请了了吼，7、8、10岁啊，逐个拢足严重，伊嘛讲足严重。伊讲唯一的办法吼。伊讲主啊，我著相信你吼，即马嘛无药啊，我毋是讲叫你袂使食药啊，都无药啊。伊安一直祈祷，一直祈祷。因规家少年的嘛对哦，伊恢复同紧。因少年还袂信主啦，伊看到伊妈妈咧，哎哟，祈祷照效。咱就以为你了解吼，上帝若要医咱吼，咱就一定会好。所以咱爱对上帝有信心嘛。咱有当时信心会软弱无？会啦。所以咱咧彼此互相相甲聚会，互相祈祷、祈求，互相赦免。上帝讲，恁的祈祷，你的面头前，伊安怎来祝福互咱，病会好起来。这确实发生的代志。当然你嘛会去听着讲有人就无，迄我拢无了解，我嘛知影。但是我所了解是人的经验，你分享讲，这有影确实好。所以你今年当中，咱会当准备咱真侪好的代志以外，同好迄个福气啦。甲你讲啦，迄美好的前我跑过啊啦，东跑的路我嘛走过啊啦。所信的道我守着。上帝因为讲，迄个公义的冠冕还要收束互咱啦。所以莫袂记诶，咱伫主内底路口不是突然，咱伫跑走也好。虽然无一定人注意到你，但是咱的主看到咱，你的用心，你的尽力，你所献上的，不是突然的，是神一定纪念。这是同好的，咱今年同好、永远同好的代志。因为咱同好的代志，这项遮尔好，上帝予咱的礼物，咱唔好甲忘记，唔好甲忘记所以新的一年最后，你有预备好无？万一主若来，来讲，哎呀，哈利路亚，我已经得胜啦，我得胜啦，所以咧，咱做阵加油。最后这句话，勉励兄弟姊妹，愿你灵里兴盛，身体强健，凡事顺利。阿妹吗？阿妹。这句话咱甲放在心。下礼拜牧师继续来讲这句话给你听。咱毋是讲迎接新年敢若有一个，敢若一个讲感谢主，咱保守咱的根基稳定，神要我们兴旺。你记不记得耶稣主啊？耶稣甲咱讲，要互你得到性命，得到更加丰盛，有啊无？有嘛？是毋是安尼？你会记CP23篇讲上帝因为你的名互我的灵魂清醒因为你的名带我行义路有无？迄个路就是愈来愈好的路啦。毋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下礼拜咱继续讲，那互咱会当对内面甲外口拢会当丰丰富富领受上帝主要互咱的祝福。这是咱重要紧的代志。这也是咱同有福气的代志。阿妹吗？咱做阵来祈祷，为你祈祷，为你对咱所经验愿望，为你家己来祈祷，你来祈祷。主啊，我身体健康，感谢主，甲主讲，咱的主是垂听咱，是听咱祈祷的主，伊知影你的需要，咱也先求伊国度的代志，伊的国内底一定更较好，互咱超过咱所思所想。
所以今年你有真侪愿望，你会当甲主讲，因为主甲咱讲，伊是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。你若大大开喙，伊就要大大甲你充满。这是上帝予咱的应允。所以这时阵，你的心肝内底你讲主啊，我伫遮，甲你的想法，拢甲主讲，你的需要拢甲主讲，但是莫袂记一项。就是伊们主你若来时阵，你会当真欢喜讲，哎呀，我是你所欢喜的囝儿，啊，我凡事拢照你的意思去做。啊，虽然这条路你嘛知影，但是我忠心，我坚持，我面对。有你的同在，我知影，你若看到我，我若看到你，这是永远的福气，伫阮的当中。亲爱主耶稣，阮感谢你。今仔日是2023年的第一天，第一天，阮来到你的面头前，来仰望主你的恩典。总是2022年，无管过去阮的失败也好，阮的成功也好，伫新的一年，主耶稣，阮求你帮助阮，赐恩典伫阮的当中。你兄弟姊妹当中讲，主啊，我愿意你的内面更新而变化。主啊，我愿意你的内面，若是较早若无注意走偏去，也是较早信心失落去，也是讲面对代志我惊吓，主一年的开始，求主你赐下恩典，讲主啊，求你甲我同在，互我面对2023年，我要成做一个互主欢喜的人。我要成做一个你主内底经验主各项恩典的人，啊，明白伫这个当中，我更加明白主，我更加知影主，你要小施受，互阮兄弟姊妹的福气，会当超过阮所思所想。阮感谢你，甲兄弟姊妹伊心肝头对你所仰望的、所祈祷的，主啊，愿意照你的恩典，丰丰富富的充满。加添伊伫伊的当中，互伊满心的喜乐，有愿望，知影这一年主你要带领伊更加丰盛伫你的内面，能够会当更加知影你伫阮当中所要成做的旨意，互阮欢欢喜喜来过这2023年。坚固阮的心，保守阮的心，欢喜向前行。相信这是阮同大的福气。主，多谢你，主，阮感谢你，仰望你的面头前，阮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